接下来带你去吃野菜，是连锁米油米饭店头家娘的陈延米，是伢做滚滚，杀粗多的甲葱鲜硬，故所以许多好山好水的花莲用品，上次家种地的菜来食，啥无想到种的是高风，种开本葱的是呛呛。有一日，伊喺路上看到原住民种的菜又多又酱，过上的地伊能用来种的。结果原住民提讲，伊能的菜系田公野种的。陈延米都开始谈论原住民认识野菜是野菜，山方田口的内陆行高的，更加是得讲系野菜专家的哟。还看到一件野菜是多包传糖，会同人下分享看看的食物。有没有？这个叫明目草。它会有人参的味道，它的根呢，好，这就是野人参。那开花的时候呢，它的能量特别好，所以开花一样可以吃。这野芹菜，你闻闻那个味道，这有芹菜味，这个是芹菜。这个如果水越多的地方，它长得越漂亮。佢按住搭山腳下，全住每個人呢撐住住嘅，不過幾天來看起來都係草，其實講其實都係冇。含紅草就是鬼針草，那現在因為都已經開花了，所以原則上我們都是吃它這個這樣嫩葉。像我們如果現在不採，它很快就整個就老掉。那現在把它採一採，它就會發新芽。這老天爺是給我們的禮物了。天公包上界禮物，唔是自己，唔是外配，天然世界自然生長，生命力賣出貼片口。上下還未生出，從來都唔是看過嘅野菜，還會其他可能係乜嘅。唔過按用前菜計生嘅方式，野菜該幾搭兩幾搭，或者是很甜的。好，你看滿地都是可以吃的東西。哎，那它們呢？哈的特性就是你不用去栽種它，它是隨着風飄到哪兒就到哪兒，而且越採越漂亮，越好。我啲人都其實都係老人出名學嘅，做每方每種20兩年，喺啲推背佢嚟刺激連鎖每種店嘅全新妹，成日東好嘅世界，實冇想到去檢查，醫生講佢速到嚟甲從成啱。因為甲狀腺癌哈要停藥檢查，就是定期要停藥檢查。那個甲狀腺素沒有辦法吃，那我身體又沒有辦法自己產生甲狀腺素，所以整個身體就會變得很水腫，然後很臃腫，好，甚至到說哈，因為要停1個月，到最後是要用輪椅推着去醫院做檢查。為到會讓身體16年前嘅就到發電，從自家種掉出來時，結果種了10個株，冇日後又好雜，就下半衝啊是強強。就這日，佢啲魯迅看到原住民賣嘅菜，因為越多越講咯，當上嘅啲出走興門。他們就跟我講說，我們的菜不用種啦，都是老天爺種的。哦，我是從那時候開始就跟着他們呢，哈，到田間呐、山邊呐，哈，啊，去認識野菜。對，後來我才發現，原來還有很多很多我們不知道的菜。這個老天爺是給我們的禮物。是啊。嘿啊，這個叫紅藜。哎，紅藜，我們就是吃這個，會長出一些我們沒有看過的菜，就要去查。所以佢聽人原住民買奶酒和買蔬菜後，人類野菜有特別嘅味，從而唔好食。唔是講未上來講，係拿奶料度奶出就解決，時期到嚟自然就會夠生出來。順連世界，整日頭天都有冇口容嘅講起，講嚟講起漸漸出現。這個幾乎都是不需要撒農藥的菜，所以我們把它放在這個地方，好，然後它自然而然就自己會長很多我們不知道的菜，這樣子。環境質，天啊！資金哈。對啊，那你就可以知道這裡就是沒有撒農藥，好像有蝴蝶、有蜜蜂、有環境自在的地方。
伫按用天然嘅环境度，亲近每个身体每日健健和健力，好是小服务家己，自家眼发力热吹服务，用同一个也最简单嘅方式，食出热吹热梅。那就很多好朋友就讲说，哎呦，你不要一直请我们吃嘛，你干脆开一个店算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后来就开了一个小小的店这样子。冇想到村堂景快景台，亲近妹还能动很老一下，分享几个热吹用生活。鼓励大家一个人要吃一篮，然后拿的时候呢，请不要客气，一定要满满的，好那个一定要这样子一篮，哎，对对，这样就太客气了哈。那因为野菜我们都知道它会有特殊的味道，那一般的人不太喜欢那个味道，但是经过这5种综合了以后呢，那个汤是清香的，就会非常好吃。我们台北没有吃过这个菜，它这个嘴里比较透丝了，都还蛮顺的，而且其实很甜。吃到后面有那个野菜的甜。有，而且整个从汤这出来都还蛮甜的，所以不会像想象中的那种野菜味那么重，还好。它最有特色的就是说，你野菜就是自己拿自己吃，它还有它的莲花餐都是比较养生方面的，就吃了就感觉还不错这样。第2位是热菜，除系为安息少，5台南热菜为迎合食到饱，还有17种嘅通挑好套，其中有9片莲花喎，还那系数分样，莲花多到少，花会甜甜嘅开，睇你其他食材穷下煲。桂类花都是的，也是系亲近妹当你打造到福全嘅入记莲花染头嘅。来，稍安，麻烦你，我今天需要30朵莲花。好，你要什么颜色的？我们综合好不好？好，嘿，那不要让它开得太大。莲花当你现在风格调彩色的、白色的，当你都做摸口上嘅香味，除连碰个都从另外来食。有时候蜜蜂会躲在里面，然后我们回去以后不知道，那个一煮打开以后，它咻飞出来，客人就惊喜到。哎，对啊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真的是有机啦。莲花主因自家研发，2位嘅莲花头抽烟都为生，亲近妹随时都做莲花喎，好不应合适。喺那村堂度慢慢来看得到，亲近妹嘅下家巧思，除了的布置后，还中级的村点地图。我们会准备8颗的汤圆，这8颗汤圆代表健康、财富、平安一路发。好，那为什么吃汤圆呢？因为我是客家人，那汤圆呢是客家只要有好事的时候就会吃汤圆。还有俩融入了15年嘅每个老嘅主角，每个头付之俩豆，都可以亲近妹贴片贵了研发的，唔添加乜嘅东西，冇暗含，身体嘅负担未冇暗重。这样是为咗让身体长累到发练，冇想到日爸母出16年，睇你台词然好，亲近妹唔但抢身体还健力，还懂向老人分享佢嘅经验，懂地好小生命，佢勇敢抗压。出球家小猪，年轻猪灿烂。